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無廣告任聽節目，定期仲有限定劇場更新添。我喺 Patreon等緊你啊！2023年，一個香港網友喺論壇發帖求助，佢話自己住入去葵涌村之後，人都就嚟要癲啦。呢個網友租嘅係葵涌村一棟老舊樓宇嘅6樓，月租比四周圍平咗成一半，咁佢就好爽口拍板應承啦。當時簽合同嗰陣，中介完全冇提過租嘅呢間屋究竟有啲咩問題。喺搬入去之後嘅第一晚，佢就覺得唔對路啦。比如話凌晨3點幾，電梯會自己由1樓升到6樓，道門打開之後又關翻埋，關埋之後又打開，電梯入邊一個人都冇，一把聲都冇啊！除此之外，走廊仲成日飄住一陣好淡嘅消毒藥水味，混合埋一陣霉味，就算打開個窗都散唔到陣味。而最得人驚嘅係，網友話佢深夜成日可以聽到隔籬傳出嚟嘅咚咚咁樣嘅撞擊聲，但係佢問勻晒四周圍嘅鄰居，都話隔籬屋晨早搬走咗大半年啦。佢呢求助貼一發出嚟，一大堆勸退嘅留言，好快就幫佢解答咗疑惑。有人話嗰個地方本來就係凶宅集中地嚟噶啦，38年前嘅滅門案冇人記得啦咩？嗰度怨氣好重，唔好住啦，再住就要出事噶啦。咁嗰度究竟發生過咩嘢呢？大家好，我係講古仔碌斌。嗰名香港網友口中嘅葵涌村係香港葵青區嘅大型公共屋邨，但係私底下被某部分港人稱之為鬼樓地標。嗰度曾經傳得最邪嘅一種講法係，呢度冇一棟樓係冇出過事噶，每個空房間入邊都埋藏住一個故事。雖然關於呢度嘅留言好多，但好少有人知道有關葵涌村呢個恐懼嘅源頭，其實係指向1987年嗰單轟動全港嘅警署宿舍滅門案。咁今日我哋就嚟講下香港鬼樓背後嘅故事。嗱，可能同平時喺電影入邊或者大家心入邊想象嘅有好大區別。嗰棟未傳到最犀利嘅凶宅，唔係葵涌村嘅普通住宅，而係與之相鄰嘅葵涌警署已婚警察宿舍。嗱，好似視頻入邊大家見到嘅咁，呢個係一棟獨立嘅樓棟，外牆油住淺灰色嘅油漆。樓棟入邊每一層樓都有好長嘅走廊連通住住戶。當年入邊係住咗幾十戶警員家庭嘅。按道理嚟講，警員聚集嘅地方應該係陽氣最重、最安全嘅地方嚟嘅。但係冇人估到，喺1984年嘅4月7日，呢度竟然成為咗可怕嘅血腥現場。咁呢度點解會發生咁大嘅事嘅呢？我哋一齊嚟聽下。1987年4月7日呢一日嘅晏晝，2個警察嚟到葵涌已婚警察宿舍 B 座510室嘅門前。呢度係粉嶺機動部隊總部廚師鄭炳和嘅屋企。因為鄭炳和朝頭早就冇去報到，而佢平時又從來都唔會遲到早退嘅，咁就算有事都會提前報備。但係今次失聯佢邊個都冇打過招呼。咁有人就嘗試打電話翻佢屋企啦，響咗成10幾聲都冇人接。於是主管就叫2個人嚟佢屋企度睇下啦。2位警員行到嚟鄭炳和屋企門口，佢哋即時察覺到異常。防盜門係虛掩住嘅，並冇完全關埋。把手上面仲有少少暗紅嘅血跡，望落去好似冇抹乾淨嘅血咁。2個人對視一眼，就輕輕拱開咗道門，嗌咗聲炳和。但係間屋安靜到好得人驚，淨係聽到個掛鐘滴答滴答咁樣嘅響聲。等佢哋再行入去2步之後，一股濃烈嘅血腥味就撲鼻而嚟，確到佢哋喉嚨都緊埋。而跟住落嚟嘅場面，更加瞬間令到佢哋腳仔都軟啦。鄭炳和攤喺張床上面，已經死咗。佢身上面着住個藍色睡衣，俾啲血染到紅晒。
條頸上面有道好得人驚嘅刀傷，幾乎將佢頸動脈完全割斷咗。佢嘅心口啊、腹部啊，仲有幾十刀深淺不一嘅刀痕。睡衣嘅碎片同啲血跡溝埋晒一齊，簡直睇到人眼都定晒。而鄭秉和嘅老婆呢，都瞓喺露台廚房嘅地板上面，頭髮凌亂，頸骨俾人完全斬斷，幾乎啊可以話係身首異處，就得翻層皮係連住嘅咋。而最令人慘不忍睹嘅，仲係兩個小朋友嘅房啊。10歲大嘅大女鄭婉文死喺雙層床嘅上層，身中10刀。5歲嘅細仔鄭志傑則身縮喺雙層床嘅下層，俾棉被包成咗一嚿，一早就已經冇晒氣啦。呢一家人明顯已經死咗一段時間，屍體呈現高度腐爛嘅跡象。重案組一接到報案，好快就嚟到現場勘查啦。呢間屋就唔大嘅，只有唔夠50平米，但成間屋啊，好似俾人血洗過咁。梳化、茶几、牆上面全部有血點喺度，但係呢，又幾乎冇任何打鬥嘅痕跡喎。家具擺放整齊，冇俾人拱冧嘅跡象，門窗亦都係完好無損，冇人叫過或者破損嘅痕跡。而鄭秉和放喺櫃桶入邊嘅現金啊、手錶啊等等嘅貴重物品，全部都喺度。好明顯嘅兇手唔係為咗劫財而殺人嘅。法醫從呢4個人嘅屍體腐爛程度嚟判斷呢，認為兇案應該係發生喺3日之前，即係4月4號。同時佢哋用意外咁發現啊，男主人鄭秉和嘅屍體係通住電嘅喎。開頭警方仲以為係佢哋屋企嘅電器設備老舊有漏電嘅現象啦。最後根據細節推斷，發現呢個應該係兇手特登咁做㗎。點解？因為鄭秉和瞓嘅床呢係鐵床嚟嘅，兇手喺鄭秉和不知情嘅情況下，將通電嘅變壓電線接到去床上面。呢陣電流唔會致死啊，但係會電暈人啊嘛。所以好明顯，兇手係先電暈咗鄭秉和，再攞刀殺死佢。咁就解釋咗點解佢身上冇任何反抗嘅痕跡啦。而且法醫仲判斷，兇手至少用咗成5把兇器。同埋2個兒童死之前呢，都係着住睡衣嘅。鄭秉和夫婦呢又穿戴整齊，甚至仲着埋出去嘅鞋添。呢個細節啊，就令到成單案件更加詭異啦。警方喺間屋入邊，並冇發現明顯嘅指紋同埋腳印等等嘅證據，淨係喺宿舍嘅2樓揾到兇手拋棄嘅水果刀同菜刀等等，上面啊都係有受害人嘅血跡嘅。另外喺間屋入邊，警方發現一張攞毛筆寫嘅紙，上面寫住話：鄭國明欠貴利不還，攞你命，貴利黃包殺。呢度嘅鄭國明呢係鄭秉和嘅乳名嚟嘅，就得親朋好友先知道。貴利大家都知啦，即係高利貸嘅意思。呢張紙啊，就成為咗現場唯一有價值嘅證物。當時嗰個年代呢，香港高利貸亂象嚴重，再加埋鄭秉和以前係好好賭嘅，曾經借過唔少貴利，所以警方最開頭係傾向於貴利報復嘅推測。但貴利追債基本係為咗錢嘅，你殺晒人哋成家咁，人哋點還錢俾你呢？而且經過化驗啊，將紙仔用嘅筆墨同鄭家嘅筆墨完全唔同，好明顯係兇手提前寫好再帶到嚟現場嘅。喂，咁呢個有冇可能係故布疑陣，企圖誤導警方呢？鄭秉和中意賭錢呢樣嘢呢，係人盡皆知噶啦，而且仲要係逢賭必輸，經常係極度缺錢嘅，所以佢後來啊都因為借貴利還唔到錢，最後導致工作受到影響。佢原本係便衣嚟噶，咁收尾為咗避債，佢申請調翻去警隊做機動部隊嘅廚師。但鄭秉和嘅同事又對調查嘅警方講，話近幾年鄭秉和已經戒咗賭好耐噶啦，啲貴利都晨早還清晒。現場嗰張紙仔好可能係為咗混淆警方視線，因為鄭秉和其實有住比貴利更加大嘅煩惱，就係佢嘅老婆李鳳鳴。唔查唔知道，李鳳鳴原來喺早年係旺角舞廳嘅舞女，仲做過啲皮肉生意。鄭秉和喺做便衣嘅時候就識咗佢嘅啦，
而且仲不顧阻攔咁同佢結婚。婚後鄭炳和好賭，啲錢就唔夠使嘅，咁李鳳鳴就呃佢啦，話去製衣廠上班，其實啊就係重操舊業，仲同其他男人去私會添。所以佢哋兩個人啊一早就冇晒感情。鄭炳和想離婚，但係驚搬出警察宿舍影響個小朋友，所以就一直拖住佢。警方好快就追查到李鳳鳴聲稱話翻工嘅嗰個舞廳，舞廳人員都證實啦，李鳳鳴喺呢度識咗大陸籍打工者黎新來，兩個人呢係以男女朋友嚟相稱嘅，唔單止一齊出去玩過，仲經常同居添。咁再結合翻案發前幾日，有鄰居表示話自己聽到鄭家嗰度傳出過激烈嘅爭吵聲，其中啊仲有女人嘅求救聲添。咁仲有深夜落班嘅警員回憶話，自己曾經見到一個着住黑色大帽衛衣嘅男人，好驚青咁攞住一大袋黑色嘅嘢喺宿舍樓道度走出嚟。再結合翻調查走訪而嚟嘅消息，同埋李鳳鳴與黎新來之間嘅同居關係，呢場滅門案會唔會係情殺引發嘅滅口呢？警方就開始調查黎新來嘅下落啦。調查發現，黎新來係大陸偷渡過嚟香港嘅。案發前呢，佢就24歲，喺舞廳做清潔工，同李鳳鳴同居喺旺角嘅一間出租屋入邊。但係等警方趕到嚟出租屋嘅時候，一早已經人去樓空啦。鄰居仲話喺案發之後就冇再見過呢兩個人翻嚟。進一步追查行蹤發現，黎新來喺4月4日案發當日就離開咗香港，翻到內地。呢個時間點啊，咁啱就同法醫推斷嘅凶案發生時間完全吻合，佢嘅嫌疑亦都徹底坐散。但係跨境揸捕唔容易嘅喎，警方只能喺現有嘅線索入邊尋找突破口。之前案發現場嗰一張鄭國明欠貴你唔還，攞你條命，貴你黃包殺嘅毛筆紙仔就成為咗關鍵啦。警方重新梳理線索嘅時候發現，呢張紙仔同埋墨汁都好特殊，唔似係一般人家可以用到嘅。咁就喺案件陷入僵局嘅時候，有個意外嘅線索就突然出現啦。有位女記者得知呢單案之後，曾經試圖採訪黎新來嘅親友，估唔到黎新來此前啊，仲曾經送過佢一幅毛筆字，聲稱話自己寫嘅。咁女記者嗱嗱臨將呢幅字交咗俾警方，技術人員嗱嗱臨做比對啦。哇！呢個結果真係正中大家心水啊！毛筆字嘅字跡、用嘅宣紙材質，甚至係墨汁嘅成分，都同案發現場嘅紙仔一模一樣。除此之外，警方仲揾埋黎新來嘅同事，對方證實話4月4日黎新來嚟翻工嘅時候，大髀上面呢有道好深嘅傷口。當時佢就講大話咁話係俾鐵片刮親嘅咧。而家咁諗翻起啊，大概率係作案嘅時候同李鳳鳴發生衝突留低嘅。由於證據鏈慢慢已經完整啦，警方就好快聯繫內地警方協助揸捕。冇過幾耐，黎新來就喺內地俾人捉住咗，引渡翻嚟香港。開頭佢用死口唔認嘅，直到警方攞出字跡比對報告、同事嘅證詞，佢先慢慢崩潰，供述咗成個作案嘅過程。呢單滅門案遠比咩情殺滅口更為之殘忍，喺背後居然仲隱藏住兩人合謀嘅陰謀。原來啊，黎新來同李鳳鳴晨早就商量好，要殺咗鄭炳和，偽造貴利索債嘅現場，咁樣既能夠霸佔鄭炳和嘅財產去償還黎新來嘅賭債，又可以光明正大喺埋一齊。4月3號晚黑，李鳳鳴就帶咗黎新來入佢自己屋企，趁鄭炳和唔為意，兩個人偷偷地將通電嘅變壓電線翹喺鄭炳和瞓嘅鐵床彈網上，就等佢上床電暈。4月4號深夜，鄭炳和同李鳳鳴食完宵夜就翻屋企，而黎新來就一直匿埋喺度門後邊。等鄭炳和除咗對鞋上床嘅一瞬間，佢就俾電流電暈。黎新來即時衝出嚟，攞事先準備好嘅刀，一刀斬死佢。但就喺佢要佈置現場嘅時候，瞓喺下層嘅細仔鄭子傑突然發開口夢，嗌咗聲媽媽。死咯！
黎新來驚事情敗露，徹底殺紅眼，連李鳳鳴個仔都殺死埋。瞓上床嘅大女鄭婉文就嚇醒咗，不停喺度喊啦。李鳳鳴今鋪都開始驚咯，佢想行過嚟阻止黎新來，但已經失去理智嘅黎新來根本就唔聽，又一刀斬落個大女嗰度。李鳳鳴見黎新來連小朋友都殺，知道呢件事已經完全失控，佢就擰轉身走到廚房，揸起把刀向住黎新來嘅大髀一刀捅落去。嗱，呢個就係黎新來大髀傷口嘅來源啦。俾人捅傷嘅黎新來更加瘋狂，反手撳低李鳳鳴喺廚房入邊斬殺咗佢，而且落手非常兇狠，直接斬斷埋佢嘅頸骨，令佢幾乎身首異處。殺完4個人之後，黎新來為咗偽造成多人作案，又喺廚房度揾多咗幾把刀，喺4條屍體上面反覆捅刺，偽造出好多刀傷嘅假象。最後佢將提前寫好嘅貴利追債紙仔放咗喺客廳，沖完涼換埋衫，特登冇關好鄭家嗰道木門，扮到係熟人作案咁，連夜走翻到去內地。呢單轟動全港嘅滅門案就此塵埃落定啦。因為呢單案涉及警署宿舍內行兇、情殺之後偽裝貴利報復、殘忍殺害幼等等嘅恐怖細節，被列為香港新10大奇案之一。但係冇人估到啊，呢單案留低嘅唔單止係一紙判決同埋奇案呢個稱號，更加係盤旋喺葵涌警署宿舍上空幾十年都冇辦法散開嘅恐懼陰影。咁喺講之前先提醒大家，如果你仲未訂閱我頻道嘅話，非常歡迎你點翻個訂閱。每個星期六我都為你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詭異事件，仲有一款係你中意嘅。嗱，咁喺滅門案之後呢，葵涌警署宿舍就變成咗一個禁地。最先出現嘅係靈異傳聞，有留守嘅警員話，深夜經過案發嘅5樓，成日可以聞到陣血腥味，仲可以聽到小朋友嘅喊聲。有人值班嘅時候見到電梯入邊會有個着住警服嘅黑影，喺 lift 入邊撳咗5樓之後，電梯就冇停到，直接升到去頂層。更加有警員話自己喺宿舍樓道入邊行，成日覺得背後有人跟住佢，但擰轉頭又一個人都冇。呢啲傳聞越傳就越邪，又因為呢度發生過血腥命案，慢慢傳聞就傳出咗警署宿舍，蔓延到成個葵涌村入邊。有人話警署宿舍嘅怨氣飄到去隔籬嘅居民樓啦，搞到葵涌村頻頻出事。例如話1990年有住戶喺樓頂跳自殺，2005年某個樓棟入邊兩公婆發生爭執，結果老公失手殺死咗老婆。2018年獨居老人喺屋入邊過身咗好多日先至俾人發現。葵涌村每一次出事，就有人將佢同滅門案嘅詛咒捆綁埋一齊。呢個傳聞亦都影響咗四周圍嘅房價。中介圈入邊流傳住一條不成文嘅規矩，就係葵涌村嘅屋如果要出租或者出售呢，一定要俾周邊平30%到50%，咁樣先有可能出租成功嘅。但係就算係咁樣都好少有人願意去接受。有中介偷偷地分享過，話曾經有不知情嘅內地遊客租咗呢度間屋，住咗1晚就喊到話要退房啦，話屋入邊有嘢壓住自己，唞唔順條氣。而更加詭異嘅係，網上真係出現咗好多親歷者嘅經歷分享。有人話自己住葵涌村嘅時候，屋企入邊嗰啲嘢會無端端移位，咁就好奇怪啦。有人話深夜嘅時候可以見到樓道入邊有小朋友走過，自己追出去之後一個人都揾唔到。仲有人話自己喺陽台晾衫，成日見到樓下有個着白衫嘅女人企喺度，當佢認真一睇嘅時候，個女人又消失埋。呢啲傳聞疊加埋一齊，令葵涌村徹底坐實咗全部都係凶宅、鬼樓地標嘅陰間標籤。但係事實上係咪真係咁呢？葵涌村唔通真係布滿住陰氣，邊個去到都會瀨嘢或者當蝦？喺呢度呢，我哋一定要首先澄清個事實，
葵涌村係大型公屋村，有成幾十棟樓，上千戶人家。其實真正發生過惡性案件嘅，就得警署宿舍同埋零星幾戶。所謂全部樓都係凶宅呢，完全係啲網友以偏概全嘅啫。嗱，如果我哋將嗰啲流傳好廣嘅靈異事件一件一件拆開嚟睇，話唔定喺入邊仲可以揾到啲更加合理嘅解釋。就比如話係環境導致出嚟嘅詭異感呢。葵涌村嘅樓宇大部分係1970年代落成嘅，即係話距離而家已經有成50幾年歷史噶啦。樓體老舊，管道老化，通風同採光都好差，所以一到深夜，管道啲水流聲牆體熱脹冷縮嘅聲可能就係大家聽翻嚟嗰啲所謂奇奇怪怪嘅聲。而且樓道又窄又暗，潮濕霉味又好重，都難怪會令人產生一種壓抑嘅感覺，甚至腦補出俾人跟蹤嘅錯覺。而且當你有聽講過呢度有滅門案同埋凶宅嘅傳聞之後，你就可能會有心理暗示嘅放大效應，將一件好細嘅小事硬係要靠到去靈異事件上面。嗱，就譬如話前面講到嘅電梯自己識運行嘅呢件事喂，會唔會可能係設備老化故障呢？有人聽到有小朋友嘅喊聲，咁隔籬都有人住噶係嘛？有冇可能係鄰居屋企嘅動靜嚟呢？但係一旦呢度出現過撞鬼嘅呢個設定之後，呢啲正常現象慢慢都會變成靈異嘅真相。再比如話，葵涌村本來居住人口就密集噶啦，咁難免發生一啲自殺意外死亡等等嘅事件，其實都好正常嘅啫係嘛？但係當呢啲獨立事件俾人刻意同個滅門案綁定埋一齊，再加埋前面各種各樣嘅傳聞，咁咪變成咗全村被詛咒嘅講法咯。其實任何大型社區，喂，話唔定都有同樣數量、同樣咁樣嘅個案噶，只不過葵涌村有滅門案嘅呢一個背景，所以咪俾人過度解讀咯。嗱，至於嗰啲所謂親歷者嘅分享大部分都係冇實證嘅，冇相冇視頻，就得口頭描述。好多細節仲會伴隨住傳播不停俾人加工，所以呢啲嘢好可能係自己嘅錯覺或者模仿出嚟嘅敘事，而唔係真實嘅經歷。而家嘅葵涌村依然係有成上千戶人家喺度居住嘅，咁對於當地嘅居民嚟講，呢度只係一個普通嘅社區，並冇咩詛咒，呢度有嘅只有生活嘅煙火氣。如果你對於呢啲獵奇題材感興趣嘅話，你不妨可以當成係古仔嚟聽，但冇必要完全當真嘅，因為每個我哋願意當真嘅靈異事件，佢背後嘅核心或者話吸引我哋嘅點，都唔係話幾咁兇惡嘅猛鬼，幾咁陰森恐怖嘅場景，或者幾咁激烈嘅鬥法過程，而係佢有住複雜難解嘅人性。好啦，本期節目就講到咁多先。如果你中意我本期分享嘅內容，希望你可以幫手點翻個 like， 呢個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咁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呢，都非常歡迎你點翻個訂閱先嘅。每個星期六我都會為你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詭異事件，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我係講古仔碌斌，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如果大家中意我講嘅古仔，歡迎 Super Fans 或者加入我嘅會員支持製作，多謝大家，我哋下集見。